蜡烛映是希望的火，却将生命剥夺。话不再说，就此沉默。停电不是他的错，但他却只能这样过，就此掉落。善良的人为何要先走？心门一则一则破，灵魂也不会回眸。若天上有神有佛，拜托请给他一个好的结果。不怪谁的错，但以为社会结构是为了伸出援手。今天如果是我被灾难攻破，可不希望独自面对寂寞。不是当事人没资格替他说，但总能够将心比心全没。想要好好生活，不希望台风经过，只能惊慌失措。要是歌曲能带来一点力量就好，就像祈祷，而这力量应该用来作为希望的引导。愿我们在天灾中安好，就算是被瓦砾侵扰，愿歌声能化作拥抱，愿一切有路可逃。愿我们在天灾中安好，就算那些风无倾倒，愿希望来得及赶到，愿善良的能有回报。愿我们在天灾中安好，就算是被瓦砾侵扰，愿歌声能化作拥抱，愿一切有路可逃。愿我们在天灾中安好，就算那些风无倾倒，愿希望来得及赶到，愿善良的能有回报。要是可能有点啰嗦，但也是精神和力量的传播。愿能够化为温暖进到胸口，让我们一起度过大雨滂沱。别让生命被激流就此带走，只要存活，未来都还能再说。面对如此灾祸，此刻人类都应该要是同伙，平静还是发抖，需不需要验收？若能开口，就大声地说，或许呼救能带来的帮助并不多，但至少能够相信天灾终会经过，相信曙光终会洒落，相信悲痛终会远走，相信音乐终会拯救。要是歌曲